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看到地山，咱就想到满地小波歌。咱知影讲，客家的乡亲客家选歌内底有满地歌。事实讲，照国情啊所在，你像讲北部平南、双溪、平溪，也是咱平湖，拢有迄个满地小波歌呢。这内底吼拢是手哪叮当，嘴哪念。有时啊，查甫的报倒过，查某就报转来。啊，若迄个较热的，要报互迄个姑娘啊呢，闽人过耳会歹势，就讲迄个较粗的。讲即边看过迄边溪，看到阿娘啊咧满地，问娘爱人啊有几个？南山的无算500个，小姐人啊就安尼掉骹转地。讲你讲迄个不输几个话，啊事实吼，小波歌内底嘛真济，真优秀的。国情来几条啊，讲出来，甲你参考一下。讲一条叫做头前一丛玫瑰树，后面一丛金石榴，这是咧表达讲头前后壁我眼内看到，但是见景伤情，心内有体会。体会啥？体会后壁这两句讲：阿娘啊生水白甲油，亲像竹纸包红豆。事实啊，这顶下句安尼见景伤情这种的作风，莫讲自即马开始啦。2、3千年前，孔子讲出来的学生四界去探查，去找一寡民间的诗句，敢无讲关关雎丘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关关雎丘，在河之洲，甲窈窕淑女哪有牵连？无啦，讲倒句的啦。亲像这条头前一丛玫瑰树，后壁一丛金石榴，嘛是后壁要倒句讲阿娘啊生水白甲油，亲像竹纸包红豆。你甲看外交描写，竹啊做的白纸内底包红豆，白里透红。描写即个姑娘啊，生水白甲油。啊，毋过所爱的人有当时无法度互人照心愿，若想死迄种的苦楚咧，嘛有小报歌咧讲安那，讲阮兜住伫苦瓜园，话哪会讲对遮来？煞毋知影讲第二句讲三顿串食苦瓜汤，啊，着种苦瓜食苦瓜。毋过后壁重点嘛是尾啊，即第二句、第三句，讲别人苦7，阮苦2，无人苦阮才10庄。你甲看有艺术无？用食苦瓜汤来暗示讲，阮相思的苦楚。阮兜住伫苦瓜园，3顿串食苦瓜汤，别人苦7，阮苦2，无人苦阮才10庄。啊，万不离，若讲爱情无法度收煞，有头无尾，变心也无通知，迄原来有小报歌呢。过来，国情阁煞落去讲一条，讲天顶无雨单雷公。无雨要哪会单雷公？啊，着疗伤袂够，爱人啊变心嘛疗伤袂够你。溪底无水，鱼乱撞，这更加无可能。第三句说来讲，巧神的爸母生囝戆，巧神老爸老母真巧啦。生我这个祖囝吼，有影戆安怎？福高晓气带空亡，这若命理行甲空亡运吼，就真凄惨嘛。所以这首就是咧讲吼，小报歌内底风放煞的心情啦。天顶无雨单雷公，溪底无水鱼乱撞。巧神的爸母生囝戆，福高晓气带空亡。